根據了解，中央是每4天辦理一擺病院變革，不過市府為了讓醫療體系積極向前邁進，是每一天攏會辦考核，希望一發現問題就馬上改善。地處衛生局在選定年底公開27間病院的考核成果，邀請市長吳美婷以頒獎，包括成大、奇美、市立病院以及新亞病院這6間核選優定。時間得到產生一個癌症病患的時間又縮短了14秒，所以說讓人家覺得是事實上怎麼樣能夠幫忙民眾在初期的時候、早期的時候就能診斷出來，這變得非常重要。特別謝謝各位。另外在醫院運營方面大家知道醫院要救人，但必須要能夠生存，所以說很多除了中央健保署之外，我們地方政府可以配合的部分，我們也願意全力來協助，包括人力的部分包括就醫環境的部分，包括交通維持的部分，我們都願意盡力來全力來協助。因為目前衛生局正積極推動大家醫計劃，就是讓醫療不只在病院內，而是親入社區甲家庭，讓健康管理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。所以今年嘛，祭出大家醫計劃合作獎以及解封服務等10種特別獎的肯定，希望新的一冬用上好的服務持續守護市民健康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